所以讲，我就足用心伫这事业法。哦，我转来时，台湾加在迄当时有一个叫老吉甲先生，哦，即咱历史的迄个记载哦。伊有去开发即个上无即个白话字、罗马字吼，迄个调号，要拍足无简单的。伊有一个迄个事业法，叫台湾的 package 哦，姓毛的也有甲保留啦。伊已经关足久啊，哦，已经无啊，但是阮有甲迄个壁面落起来，哦，阮还有留着，所以姓毛的下骹啊，你若袂先到时会使去看的。迄个老吉甲先生，伊足好有着台语，安尼开发，伊嘛是共我教我这事业法啦，哦，我诚做好朋友，就印象，大家互相拢真，互相支援安尼。伊就教我讲。Word 内底有一个叫自定词库、自定词库呀，去甲自定词库，我念伊会讲恁这工具爱学起来遐去甲用。毋过伊当时就是讲，你若换新的词库入去了，就爱重新开始，足费力的就对啦。一直到尾的时阵，我迄当时我嘛开发讲，一字一字拍是叫轻松事业法。阮姓毛的网站面咧还有留喺历史记录人就笑讲咧一字一拍，啵共款人咧啥物吴佳明写的偌好拄偌好我就叫得着了，我就去想，咱就会当创词库，两字一个词的时阵落拍，三字以上、三音以上、四音以上，都用当用迄个词库咧解决的，所以落尾就叫做讲介轻松，介轻松嘛是因为电脑已经发展嘛，台语人愈来愈济嘛，才讲用这个基础，再去创一个这个姓毛的台语客语事业法啦。是安怎会学做姓毛的？这种奇怪是啊，我本来就是讲轻松介轻松数咧，毋知要哪轻松我嘛轻松但是呢，迄个开发台人迄当时因为台语姓毛的是负责募款，写这个事业法，迄当时75万台币，迄分三阶段是75万啊，阮就负责募款，就互伊伊来开发，所以就甲阮分一个姓毛的姓毛的就是 Face of Love 啦，这是基督教上基本的信仰的迄个心态。你先爱相信讲有上帝的存在有悟走有悟梦就有听心啦。这个迄个基督教上基本的迄个宗教信仰的信仰来。你讲较大声嘞，我是啊。所以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本来就是台语母语的使用者，是啥物原因，互你想要重新再去认真学台语，也是讲去推广台语。OK，再过。我嘛甲老师讲，我会小可讲，我安怎学即个条字啦。台语本来就遐就拢用汉语甲读做台语安尼啦我是安怎会去对即个条字遐尔深入？主要就是讲哈佛大学开台语课的时，迄当时李清华去教，李清华嘛是教会人，所以有来阮教会就教白话字嘛。因为你若要母语要台语的时，白话字一定爱学会晓你若学会晓的时，啥物困难拢解决啦。所以恁若开始教的时阵，恁认真学。你的想要讲的话。想要写的字写会出来，迄你的感情规个表达，你的画面规个会走出来啦。我就是愈学愈感觉讲，本来是初恋，然后热恋，然后乱恋即摆已经走，咁无，我若足忝啊！是你来去创台语我只要做出个物件啦，恁若要看我会破咱知这拢破我。这个画面去甲做出来，配合阮的信仰内底讲有上帝伫引线，
就讲我会拄着信望爱网站，因迄个信望爱网站就是清华大学，迄当时开始有电脑系啊吼，迄早嘛30年前有啊。啊，因遐的青年拢逐礼拜会做伙聚会嘛，叫做校园青年嘛。啊，因做阵遮个基督徒，啊，因拢想讲，圣经足重要的啊。啊，所以要甲圣经要出网络啊。啊，因写一个叫会书互长老教会总会，讲拜托恁买一粒主机，接电话有一个主机嘛，你网络要爱开始播放，咱有一个主机嘛。啊，阮替你总会写做这个网站免费，啊，主机买来就好。啊，伊当时个电脑教会内底人，啥个叫网络都毋知影，所以这无简单啊！这我今年是80岁哦，伫我这一生内底变化确实有够大啦，无像讲恁怎啊就开始就接落咧，我拢无完全无的啊开始就接起来，直变安尼啦。啊，伊当时迄个长老教会当然就无甲会啊，无啊，因就接急啊，就祈祷啊，上帝来讲你去小额募款啦，蔡英文的小额募款是为因学的啊，你知吼？小额募款啦，伊免去找好家人啊，大小是不是？大家有钱出钱，爱就咧创一个信望来网站，要爱创竞争嘛。伊就去找，全世界的语言拢有一万圣经，啊，谁我台语无你就行啦台语无就啊。啊，我伫台湾参加台湾的，我以后了，我嘛是，逐个人拢甲我讲恁遮台语无你就嘛。啊，所以我就想办法甲创个就嘛。啊，伊的迄个扫描，叫扫着，哎呀，迄个波士顿的人顺了，有去做这个圣经哦。迄当时，阮迄个把迄个圣经下门话，阮遐有一个长老，伊1973年的时阵，国民党政府的迄个宋楚瑜，伊的国语政策禁止白话字，禁止罗马字啦，啊，就甲迄个红话圣经本来即个下门话嘛，啊，台湾人有感觉讲，咦，咱嘛有一个正式台湾人的圣经啊。啊，当时基督教甲天主教合作，5个牧师、5个神父斗阵来更新翻译啊，翻译出来新约好，伫出版社印也未送出来，就叫国民党牧师去烧掉啦。啊，蒋介石讲伊是基督徒啦。所以，这过去历史。啊，我迄个朋友，这个陈前准长老，伊知影这个消息了，讲这白话字圣经，叫伊烧掉，伊才开始讲，白话字遐重要，啊，所以就开始学。啊，学了，伊嘛是爱拍爱练啊，啊，就找无啥，这圣经啊，这甲咱圣经有白话字啊，伊礼拜几个时阵早期发现，啊，伊当时的时。已经出版的嘛，总了给伊烧掉咧，把迄个共款烧掉。伊就怎啊拍迄个圣经，伊嘛有晓第4条就拍字，第3条、4条拍咧。啊，但是我会晓甲遐转做遐条好就对了吼。我迄当时开始学即个台语啊，伊就怎啊教我，我就甲整理好势。就摕去叫圣经公会，我拜托你上网，我袂使直接去骂讲是安怎台语圣经，拢无你上网啦即个圣经公会因嘛是拢无迄个概念啦。就拢讲你足侪毋对的，足侪毋对的，啥拢体啊。落去我发现讲安怎毋对，你敢知？伊圣经公会伊有一套白话字标调好的维基的一套。伊个圣经公会拢有啊，但是呢，伊拢家己用，伊无互社会用，无互社会知，老家甲毋知影，所以这个 O E O R 迄个骗人位啊，无共位啦，就讲迄毋对，好啦，你若早甲我讲，我就拜托老家甲，
去创去甲改迄个问题啊。所以老家个 TV 内底有一个版本，就是教会的版本，才会改。伊甲我就毋上网啊。他讲迄个安徽圣经因为无出版嘛，所以无版权的问题嘛。我就摕着啊，摕着人伊嘛知影讲有即个安徽圣经，伊转来台湾，迄当时长老教会卡出嘛，毋晓出啦。迄个啥物天主教伊正式啊，正式甲阮私下也会当买着，迄个一本转去嘛甲阮拍卖来创上网啊。迄当时有一个叫做henry 等地方了，伊电脑足好个啊，伊就甲阮即个别个圣经安徽圣经创上网。去互即个信望来的即个音字眼，迄个网络一踅，你找着啊！找着的时阵，就 email， 迄当时拢用 email 嘛 ，email 讲，是毋是会当遐个电脑秘书互因上网嘛？足好个啊！我转来台湾的时阵，我一年拢会转来一届嘛，去美国了后转来一届。我转来台湾时，才甲伊讲，伊讲伊是伫教会广播社伫上班嘛。教会广播社，伊对台湾的母语的传承是功劳足大啦吼。白话是迄个教会部，甲白话是圣经社，佫其他也有迄个家己迄个传道社，迄嘛出版足济啊，足济就是甲咱的迄个即摆伊甲出一本是专门咧好的文啊，甲摕出来啊。所以讲，伊伫遐伫上班啦。我转来，我迄当时有甲一本叫做《平民的基督传》，《平民的基督传》是第一本用白话字翻译世界的名著啦。以前迄个1930年代世界拢咧流行甲是讲恁圣经有4个福音书，就是这4本册记载耶稣安怎传福音的有4本册。迄本平民的基督传的书是巴克咧写的书，伊内底写着讲，伊讲伫大南街仔路咧行，看到一个伙计就是讲迄个店员啦，伫遐咧读圣经圣经，伊活去，甲问讲，迄个少年诶，你读了后，你感觉安怎？迄个伙计甲安怎讲？世界上上趣味的册，写一个人死4摆，搁活4摆，恁听无？马太嘛写耶稣出世，耶稣登入去个马可嘛共款啦，马太、马可这4本福音书拢共款，写耶稣死4摆，搁活4摆。所以迄当时就有一寡人就甲合起来。所以恁若看到迄个电影拍耶稣传，拢是根据这类写的，伊甲合作的。因为4个人对甲耶稣做学生，对伊所领受的无啥共款，重点无啥共款。讲较歹听，迄嘛是抄袭啦，迄嘛是抄来抄去anyway， 就是讲伊迄平民的基督传，我迄当时摕着迄嘛拢著是嘛我迄个长老就讲好，伊嘛要拍卖咧，我一看讲广播社出版，所以我就是讲，迄当时的白话字，逐个人袂讲足熟悉，所以我拢改做汉字罗马是汉罗啦，就是讲无汉字的，你莫勉强去做字，就讲你，迄意思无共的，你就用罗马字，迄叫汉罗啦。所以我信物的网站面顶，大部分遮嘛是拢有登入汉罗，才有全罗马字的。全白话字个啦这2个变形落去行的。所以讲迄个，我想讲，广播社一定会想爱出版啦，我就去找嘛。
啊，甲伊社长对毋对？社长我甲伊讲好了，我欢喜啊，我话袂出。啊，讲煞了，我讲恁遮有一个陈小姐吼，我毋知会使甲伊见面的，吼。伊讲有啊，叫伊出来吼。啊，出来我一直就讲啊，你安怎甲伊讲道理讲？无啊啦，伊听无啦吼。伊是福州人，吼。啊，袁先生就即摆迄个蔡德明，台湾人足爱台语的，吼。啊，所以伊足文笔足好，就对啦，就是广播社会伫做编辑啦。我就甲伊讲，啊来，我知影了，我就甲伊讲是，我讲我有看恁信望爱网站足好诶，咱来做一个台语信望爱好无？我问伊啦，我讲麻烦你甲恁诶负责人哦，甲约时间，我来甲伊讲。好，下午7点，我讲你毋免敲电话讲，迄阮人啊，哦，迄个因人，所以也太对解决啦。所以我讲我迄当时我住叫一个锅巴契夫饭店，你知影？哥哥爸爸妻子丈夫锅巴契夫，你知影一个？我以前拢去住遐啦，因为较经济较俗嘛。啊，搁一个就是讲迄个。王仲基老师教台语的吼，伊的学生会囝出的嘛。啊，我去吼付普通房的钱，啊，伊拿迄个总统套房哪有空，拢好互我住就对啦。所以我最爱去住啊。啊，所以迄暗的7点有影，因两人阿某就来啊。啊，早迄我外界应酬足大，因为伊伫广播社咧上班，知影我有足济物件，所以伊早出大来啊。啊，我就装好互伊啦。我就是讲，我的画名放伫这台语信望的网站里顶哦，啊，因为是网络的时代，啊，逐项拢爱看这啦吼。啊，迄个台语标字的发展哦，我伫创迄当时，已经教育部有出一个叫台湾偏音方案啦吼，知影嘛？教育部迄个吼，啊，甲标字4个字改做 TS。啊，改甲一撮来甲讲伊的吼，是啊，真好迄种，照讲是迄个标字是主流啦，咱的文献拢是标字啦，哦，啊，所以阮当时你要去面试要选，哦，你甲讲要选迄个教育部的，啊，内底拢是用迄个台湾老啊朋友嘛会看咯，啊，我知影咱大部拢靠标字啦，哦，这标字这，啊，标字。就迄个一个词的音，汉两个音中间拢会加一块啊，迄块吼，迄个叫连字符啦。啊，刚刚几十年前，就一寡少年人就感觉讲，迄较无路用就对啦。哦，啊，这个海豚人演绎起来，连字甲字连起来，就 father in law。你有知袂 ？father in law 啦，恁旧人嘛，哦，有 father in law 啊，中文，mother in law 哦，一寡遮个。啊，遮个即个宣教师，迄当时虽然是台语厦门话，嘛是真济拢是汉字来嘛，哦，即个汉字对世界讲袂较是足大啊，伫文字上哦，啊，但是你若用了正确的时，真好势啊！我了用了有啥啥，我来有啥啥。啊，因为着迄个两个字，如果合起来，啊，所以要兴坏啊。啊，王玉德，台语的语言学家嘛，王玉德知影人知影是，大家拢知啦吼。日本以外就平时讲话去日本吼，伊有足济故事，我拢有无？啊。伊有出一套迄个文集啊，哦，毋知有人有看过伊个文集，哦，你若有机会去来看吼，当然伊为迄个日文翻过来吼，啊，大部分拢是翻做迄个中文，啊，但是有一寡标字，台语的部分也有台语教学嘛，啊，伊内底有写一句话讲，伊若看到标字，掀开的心。看到迄个海豚咧，就遐尼济，敢若你做出去个，看出来，
伊个意思讲，迄是无用啦，吼，无用的物件你甲留倒遐，当然你伫学习的时，有互你帮助，无要紧，你都学会真好，啊无两个人你毋知影你甲分开。啊，但是你摸学了会晓了，你就毋好过用摸啊，敢毋是？我用会汉了。啊，所以咱的地位是嘛爱正常化。啊，我有出版即个地位字的圣经，伫美国的时，我送一个牧师，专门去收集世界各国的圣经。我送互伊一千几个国，啊，你的语言太专业，专业就爱就爱对啦。掠到咱遐侪字啊，遐侪字伊是你练字嘛。我无啦，迄是一个词啊，跟音乐的兴趣安尼尔。哦，伊嘛感觉我迄是无路用，所以我学会晓地位字，啊，佫有开发这需求啊。所以我的朋友大部分拢是年纪较大的牧师啊，因会晓地位字，但是袂晓补啦。哦，就萧美琴的爸爸萧清文牧师，哦，到到阵就是拢安尼，伊足爱我去因兜的，就是解决伊遮需求的问题哦。我见因兜住要走去十届啦，伫牛泽市啊，因爸爸过身啊，真感。因阮就共同创即个全民台语圣经协会。伊要退休的时阵，伫美国办退休的感恩礼拜，200多人去参加同样。啊，伊今日讲话时，第一句讲，我做一世人的牧师，拢用外国人的圣经，就是下文话啦。下文话就是外国啊，对咱来讲是外国人的。哦，甲咱的台湾的母语有啥10%无共嘛？伊讲伊退休了后，要做即个，要甲遮的下文话拢改做台语啦。啊，我就甲讲，我的台语节目嘛，一定做啊一个勘察啊，做啊两个去拍记录哦。啊，就爱迄个，我伫波士顿，足感谢入到这个热影长久了啦。伊108块2岁啊，今年才过身。啊，伊做有智慧的，佫出钱出力，拢用白话字。伊是白话字的pioneer，要安怎讲？开创者。伊个地位字的论文，嘛拢晓用Skype啊，用啥来去开落去啊？啊，伫因种做地位字的资料库的时，嘛拢亲自去甲波士顿去找。我做经理发伫整理即个叫做阿勇的头条的时，伊内底有写世界第一届的台文迄个协会哦。伫休斯顿办，迄当时赖永祥就是邀请去发表白话字啊，所以迄白话字是为伊啊，大家才知影讲有即个宝贝，啊，所以大家对伊真尊重。啊，我真感谢上帝，伊时候就是讲下当甲阮住厝边伫波士顿，我甲教会，所以伊拢会出智慧、出力、佫出钱，好诶，足来啊！啊，所以伊嘛甲我讲。即个圣经嘛爱创一个咱台湾人用咱家己的母语，较侪人讲的来做即个圣经的文字啦。哦，啊，萧春牧师，阮就爱做一个专门台语圣经协会，啊，家己出版圣经啦。啊了后就是讲，我有足侪。因虽然伊遐发足侪新的 idea， 就是讲，你即个台语的外国人名，拢用迄个汉字啊，甲翻读做台语哦。汉字读做台语的时阵，甲汉字读做北京话无共啊。就讲耶稣，伊翻甲原文足下的耶稣啊。伊讲咱若或者耶稣，讲名叫毋对，你看迄名叫毋对，佫叫伊颠倒无。所以阮即马伊就建议就甲改做耶稣，甲原音原文的共款，袂使甲改。所以你也想看，
咱的原住民，你去问因讲上帝安怎讲？唔是耶稣啦，伊嘛耶稣啥嘛？伊嘛有都读到耶稣啊？什么原因？伊是为日本来啊，啊日本就是耶稣啊。哦，啊所以以前叫做 IASO 对嘛？啊，阮即卖耶稣是 IASU 啦，耶稣啦。啊，有个人就讲无习惯，就讲啊，你写毋好写个话，真好做。啊，但是小天文老师拢甲我安慰，所有新的物件，若无人反对，无正常。新的物件一定有人反对。哦，就即我几个联谊户，哦，我就讲，迄会使甲提了。哦，啊，该当安怎解决，大家来迄个想办法。啊，我是先做，所以我即摆为两年前开始，就拢创即个无联谊户的吼。所以即个入口，你要入信网的网站哦，第一个标是这是有的有联谊户的，啊面顶就是 TOD， 我讲这是台湾字，无联谊户的标是干，所以你去研究，迄内底迄个海文拢无的啊，哦，你读的时阵会无的。就阮这个网站，我叫我介绍一下哦，就是讲会当帮助恁学习台语的吼。哎，这就是我学习的心得甲创制出来。哦，啊头下有这个工具当然有这个拍台语，这个五言语，这个哦，啊甲找台语，哦，伊一寡思考拢伊把遮提报，啊，做我挂到面顶的。爱到转换工具，台语转换工具，这个内底的工具，就是讲会当帮助你做足紧的，啊，佫做足正啊，佫足一体就对啦。就这华语转台语，我伫中山医台台语的第一届、第二届有叫因教因台语电脑啊，我教伊讲华语转台语哦。迄老师拢甲我抗议啊！伊讲我考试的时，因用这福建转去。我的责任是要互咱的母语的工具会当足进步嘛。啊，你要安怎考试，你家己去想办法。我讲你内底你转了后，一定无100%转得过嘛。从我们哦，北家语的我们，英语的we。咱拢有分赖甲阮嘛，哦，会晓分的人才晓做，哦，会晓做大部落的人，你要读台语的，哦，恁爸爸妈妈嘛有甲恁讲台语的人，即个有母语家庭啦，一定会晓分啦。咱就是讲包括对方，啊，阮就无包括对方嘛，哦，所以这足着来哦。啊，我发现这个时，我就进出这个转换工具的时，我们一定会咱甲阮互伊选嘛。啊，伊若从我到咱无选，你就袂灵分嘛，简单的嘛。所以我要出题目是你老师的代志，啊，这甲我无关系，我袂使因为安尼，我台语的工具发展，即条嘢啦。啊，点落教会，即摆因伫要考学出哦，一定要用信望来输入我拍。啊，内底有拍一个叫做主导文，主的基督文，阮伫亲的地迄拢爱拍出来。啊，伊咧是若伊有当时嘛叫我去教，我就甲讲，啊，你主导文用3字后壁主导文就攞出来，你要汉罗为传统，拢会当出来嘛。啊，所以讲因即摆考无出，主导文爱用手写，吼，伊虽然要考你会晓袂晓啊？啊，所以讲要考试是恁老师的问题，袂使讲怪我即个以后我的后代，我来咱的这后代过来甲我感谢吼。啊，所以第一届迄个国分教育部做这个办到我的。所以即摆遮的工具哦，我先讲即个书电脑，即个台式大书电脑。
日本政府来统治台湾，伊要甲台湾好好建设，诚做甲日本拢共款。啊，所以人因足有迄个观念，应该做的哦。所以来台湾的时阵，伊教台湾人迄个日语，伊的日语课本嘛有迄个教台语啊。我像早有大家看即个吼，即个下骹有一个叫做豆芽功夫遮日本时代国民图本，哦，伊个国民图本内底教英语，教日语啊，我不再资源老透明。因为我这一摕以前做的旧的物件哦，伊即摆就拢无支原来的，这就是讲伊教日语了后壁一定有生活的台语啦，哦，因的日本人来台湾做老师、做警察、做法官，爱考台语呢，甲咱即摆认济个，爱考台语啊，哦，所以因对台语的这个推动教育足重视的，所以有编台语大词典。哦，过以前一寡仔阮的文化老师，我才渐渐会整理出来。台语大词典，伊的台语是无用罗马字啊，用迄个日文的腔啊。甲即摆有人要补即出台语共款。伊的日文呢，音素较少嘛，所以有真侪爱用另外做记号，另外的记号来解决。甲补的台语。毋知有人会晓，补伊咧补无迄录音肉伊就补啊，佫加一箍啊吼，安尼啊读肉吼，即款的日语哦，即款的台语，伊个解释嘛拢用台语用日语啊，因袂晓迄个李廷华因遐个台语老师袂晓日语啊，袂晓迄个台语嘛袂晓啊，迄个卡拉迄个嘛袂晓啊。你另外你甲我讲，即本书典伊知影，所有台语书典来编了上好诶，伊逐种参考拢有我收去，哦，算足好诶，2本足大本诶，哦，有9万几个词条，台语诶言语啥伊拢有收去了，就甲我讲足好诶，我好啊。足好诶是，我来甲你翻啦。当时，我即个我诶个性就讲，我甲做咧嘛，毋对你教诶人，请教来我改咧，你若毋做就是无啊，所以我就咧甲翻，我2年甲你翻好势，到尾2年，去教育部签报做签报，所以拢无安尼，对我来讲有钱无钱，拢甲我好诶物件，我一定会做啦吼。做年外真好，做甲50斤，恁少年毋知影啥叫50斤啊？吼，你知影就是有晓袂？OK， 50个加到老会安尼，暗时安尼酒食请到拢袂记叫50斤啊！伟论过啊，伊伫13个，50斤，我少看呢。50斤迄当时我伫美国诶时。要移这哦，还去针灸，保险公司佫无付啊，无会付啊。有一个台湾人，伊专门去教针灸的，哦，伊就知影咧，我教伊啊，免钱啊，我毋好啦，歹势。伊讲，你为台湾做遮个代志哦，我甲你医好，我嘛有做一寡功德就对啦，所以有甲伊医好诶，所以照我家己继续2年哦。翻译好诶时阵，迄个内底无必用诶足侪迄姓吼，根本遮无用啊！迄姓后3字诶，就迄我无甲收，无甲翻啦，迄无水啊！这个有6万几个词条，当时用迄个英文言教授就教我用 Excel， 吼，以后要上网一定爱用迄个 Excel 就分换。对就对啦，你要查找我做啊。
啊，阮爷爷嘛讲，啊，就剩咧用手工去甲填落去咯，迄也会偌万几个吼。啊，就是即个问题，就是信望爱南站的迄个蔡地连伫迄个高马市委啊，讲煞我讲我的困难伫遮，结果伊叫我当然互伊，啊，青云仔迄落网络面咧摆好好啊，对啦，啊，你来解决得透，才会当生活的。所以即个恁以后就是讲有唔知影，就是会当查即个书典啊。遮内底你就是讲用台语查，即摆伊有其他参考讲艺术的。即个我创好了后，中央应定的语言研究所因嘛有一个计划要创这个，所以我这有写甲因合作，我提供互因。啊，伊有一个人，伊就甲讲，你这其他参考一定来叫做伙啦。人毋则较好知影讲，就是讲其他参考有安怎讲。啊，伊本来拢分开啊，分开你就毋知讲伊到底是关系是安怎。啊，所以恁即个来查的时吼，即有一个使用即个星号即个哦，你看哦，恁咧生活了后，啊，甲恁早会晓讲要好啊用即会当帮助恁足大个啦吼。你来用即个是，你普通的书店去查，拢是用啥？用头字嘛，头字开始安怎嘛吼。啊，但是你若讲要查台湾的诗，上后壁是诗有几种？你都毋知是有几种，就毋知啊。啊，所以伫遮的时阵，你用即个，你来甲拍戏的时阵哦，哇，你毋知会使大家拍，啊，你大家拍戏哦，啊，鱼啊，鱼啊。OK， 好，坐下，好。所以所有迄个鱼拢会走出来哦，但是你要学到后壁是即个鱼头前讲，我来拍迄个信号。OK， 所有鱼拢会伫后壁对。啊，你著知影台湾的鱼有几种啊？吼，即遐尔济鱼啊，你看有几个遐个啊？哦，即个功能你若会晓用的时阵，也个会当帮助恁足济参狗啊鱼，狗仔鱼，参狗仔鱼。啊，这位查的时阵哦，恁就会当用汉字来查。用介绍来查，用例句，创作一个例句，就是咱的言语就啥会知。啊，用白话字来查，用其他参考来查，哦，拢会当查的对啦。所以我拄则讲迄个KKS， 就是钙金三这哦，恁老厝边迄以前的厝的资料吼，啊，这书店咱恁以后学晓白话字的时，你会使用白话字去查，拢真方便啦吼。啊，我咧书店要有一个叫台华对应。即个杨文元教授的台湾迄个版位啊摕出来哦，足可惜就是讲内底伊嘛有足侪唔对的，拢无理解哦，足侪汉字两字的拢干一字尔。啊，这我落去找文元来讲，我想办法要怎来改好势。啊，佫有外来语，这就是张志宏教授因的上生啊阿兄办的哦。啊，佫一个甘字典，这个纯粹查字。这个甘字典就是迄个甘维林牧师迄原话啦。你若查字的字的汉字，啊台湾人足侪汉字
会晓查的时阵，会当搁遮来查。这是字典啦吼，啊，过来讲这个输入法咯，这个输入法，毋若干那讲互你输入台语啦，嘛是你学习的工具啦。所以你咧学习的中间，你一摆遮讲，迄第几条毋知影，毋知影你拢会使甲拍问号，拍问号伊就会甲你讲，吼，像我举一个例哦，加干Word、Excel、OK。所以你装好的时阵，就是繁体中文一个吼，下骹有搁一个荷兰文一个吼，是安怎叫荷兰文？你敢知？迄当时这个数字法伫国际上要登记的时阵，一定讲你这罗马字是啥物文就对啦。迄当时就是荷兰文诶付上少钱啦，就是选荷兰文啦。伊就你讲。咱以前无荷兰馆，即摆咱管荷兰咯。但是装落时阵会有即个物件出来，新的版本拢会走出来。其实以前拢加一种尔，你要拍汉字的时阵伫遮，就讲你拍我2、5、你毋知影我第几条嘛？吼，你就甲拍问号。有无？伊所有我拢会出来啊！我，我下会写我，你就知我就是第2条，因为讲实在，咱读的是上困扰到时阵会感觉讲迄个本条啦，迄个本条要安怎解决哦？你毋知会知有遮来。这个输入法咯，上大的功能哦，伫这设定内底有一个自定词库，就是你内底拍无的，你会使家己自定，啊是你定定拍的，你当个自定，了后要拍图就对啦，就这你这宣布的中间这个，你头前你就当拍。就讲先讲大学，先讲大学，你甲选伊个头一个字罗马字吼，迄个。其实内底已经有啊，先讲大学，有无？无。上尾有，照一先讲大学咯。你敢若拍4字来先讲大学就出来。咱的县市、台南市咯，台湾的所有的到市、到乡拢有啦，你照安尼来。所以你已经拍有啊，你都毋免去自定词库。若拍无的，你再来自定词库的。心肝头咯，才会所以伫即个所在，客语讲有足侪学生讲汉字拍无，你来遮甲组起来。你的电脑什么密码设足侪种嘛，袂使倒再甲你记啊，甲你你再来查就有啦，阮兜的地址，你咧要拍人地址拍落着，我若拍地址，伊就装出来。我拄才讲朱多文真有好个，我试看下，朱多文。即个无，我迄伫我的自定词库内底要搁转发即个。电脑会议，恁知影啦，因为恁也袂学标字嘛，知影讲有遮个功能诶。
啊，搁一个先讲这足细致的吼，恁少年的看有无？这对阮老伙仔来讲，老伙仔足艰苦的啊。啊，你即个字形甲大小拢会当家己设定，照你要爱的。哦，这有一个叫做显示窗的字形哦。显示窗的字形，你甲改，我是开标楷体，标楷体是较好看嘛，你甲改标楷体标准，伊本来12字尔嘛。你上济会使创到70字啦，就是蒙人若识的人来啊，我就拍哦，哦啊你甲确定了哦，啊才会去确定，有无？较大字嘛，哈，啊字加足水的啊，啊你配唱配对，这拢会使。所以这个功能，迄当时你开发的时候，我就讲，我有一天会老花的，你嘛共款啦吼。啊，这老花的时，你会使家己调整啊，要偌大小孩话时，家己调整啊。这佫有一个就是讲，拍语字吼，你汉字后壁会使挂有罗马字啊，迄叫语字啊吼。哦，日文的汉字的拢有即个功能啦。哦，你会使来拍讲，你若选即个要拍语字，伊主要就是讲选第一种的语字啦，你拍过来。伤大字煞，像袂咱暂时莫遐大字的。所以即个设定，你看说明书有好我去利用哦。我普通拢是26，差不多即摆。对啊，伊自动的后壁有迄个罗马字出来，标字出来，先讲大学这叫语字。啊，有一种是伫迄个汉字的面顶，迄就是第二种。第二种这爱去网络面顶去形成哦，这后盖恁画啊标字了后，我才有机会再过来甲咱讲咱怎调有啦。这使用 HTML， 就是网络面顶的 HTML。迄到时阵汉字会倒面顶。啊，恁敢知影？你要拍这个时阵哦，伫波内底，即个钟，哦，即个钟，你是讲即个床哦，你面顶要甲标迄字伫这钟的位啊，哦，啊面顶伊就指床，哦成功啦，OK，哦，伊是床嘛对，哦，啊，你爱我爱创造迄个边啊。即个伊伫右侧嘛吼，你甲创到面顶的，字中对齐即个伊面顶就是即个层面顶就是字层嘛，有无？啊，你即个你甲改做白话字，即个改做形，OK，S-E-A 形。哇，这都迄个语字，S-E-N-G，什么原因呢？我拄则迄个设定。